用那个槟榔和米酒祭拜的，还拜全族，是因为之前有立大愿要还愿，立大愿让他考上，你看他们村庄姓段的有考上司法院法官的嘞，还有考上会计师的嘞，姓段的。那公社有家族的大姓的家族来负责祭拜，这个大公社可能是姓段的家族负责的。因为刚刚有遇到一个段先生，他住在高雄，在承办那个高速公路工程，他说想要建设这个地附近呢，在南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建设。他们把那个庭院、把那个土地献给这个大公社的。举办那个业绩迁徙活动就在这个广场。